我想收看后场开场歌，牛巴太假歌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主持人啊，中古強下啦，後生人大在鼓了。你大家有看過頒獎典禮嗎？那頒獎典禮行嘅主持人韓國嘅得獎者，一上台嘅時節當風聲熱熱，當場佢當有自信安樣去，線上係講成安樣殺出來，真緊當答案。不過有啲人吼，一上台時候叫叫笑笑，樣樣笑笑。顛倒表現會變做唔好，到底樣扮演將會有自信呢？今日繞場到6個後生人，老大家分享一下樣扮演增加自家嘅自信心了。掌聲歡迎！主持人老家小姐都係阿子怡。大家好，我係對廣播還有唱歌較有自信嘅阿子怡。係對聲音都有自信先。我係對聲音都有自信。因為冇自信就會驚信過啦。哦，我係對聲音有自信，就係因為我成個，記得都會撈到公愛，然後記得會好朋友，記得可能就會很阿爸阿公。不要人身攻擊嘛，好嗎？冇事。我第一早啦，小姐都係呢個。大家好，我係啲教客家話出動有自信嘅佳佳老師。佳佳老師好。哦，等一下再來分享下家家先生為什麼按有自信來教客家。第三集啦，小弟都係點用？大家好，我係練習，再個練習進入自信性嘅入咯。變勤能補拙嘛，哦，現在不過有啲人唔係三萬是做得成功嘅，哦，那又樸素了哈。第四集小弟都係應徵。大家好，我係嚟愛上心切家，掌握有自信嘅應徵。上心切家，你平常做得到？冇錯，我明天一定可以180，絕對可以的。好，你慢慢想哈。好，聽早啦，小弟都係8強。大家好，我係特別面對鏡頭時非常有自信嘅中8強。有那個辦事，讓做得那都金中獎哈，真勁哈。所以每樓下小街頭阿依賢，大家好，我係哦，隨時都會有人對順風佬，我係重賞鼓勵，我將會有自信的一天。總線，好嚟，前期嘅衝突哦。不過真緊啦，有啲人講嘛，那種自信係上上是有。不過有啲人根本係上上有嘅，佢從家下理論講啊，練習，再個練習，當你好對到那講條講，好，我現在是全世界最厲害人，我哋下係全世界最強最燃刀，我哋下行出嚟摸影唔會款愛，叫行出嚟好，每個人都看他那個髮夾還夾在頭上，唔會安用天哈。不過來問一下。你知道自家係衝勢開始是當有自信概念嗎？阿子怡，我唔係。其實我真唔係就係嗰種一切都當有自信嘅人。如果我相信大家對王愛講出世嘅時候，大家都係自信嘅王愛哦。係啊，你有啲，馬上腳好台上啊，都當有自信啊。王愛就會拍字啊，嗰時候佢對自家就當有自信啊，有道理嘛？拍字，呢個連結邏輯係多難。因為我係感覺講自信係隨的顏色，就可能進來見他還有你讀到嘅教育啊。還有看見你速度要向這樣面神較冇自信，可能比你比較啊。對我來講，其實我剛剛我最冇自信嘅時，就係我讀戲劇學院嘅時，因為戲劇學院嘅訓練就懂念條嘛，跟有啲欣賞講法就懂出腳，就懂讀。係古時我就會本欣賞批評到我就非常的冇自信。冇一啲好自家知道，我真嘅那篇有好，完全就唔好，有咩？不過我剛剛我真嘅就懂從嗰種設計位，就從我嘅點點強調，因為來坐下來，需要很多獎勵，做數存出來。點點唔會用，係雙白要點點唔會啦。好嘞。因為其實那喺欣賞就看到我啊，我鼓勵我，我嘅時間，我就會懂，歡喜就充電。咪撩口啦，你冷得，其實我一顯咯，看到我就會顯。
你这个奇怪的癖好，我是没有。但奇怪的部分应该是冇啦。不过应该起到佢讲的动潮来说，有的人会应该鼓励啲，比如按奶机，按奶机，买当都得有磁性。嘿，有的人是玩用。不过又想起来，刚刚一块去讲到，有的颁奖典礼像系曾宝仪嘛，因为快些为什么哇塞，一上台就觉得天哪，他是一个自信大使。冇错。韩国佢讲出来那种又内涵的感觉，又准批的感觉，所以又想起那种磁性系本质间又准批好势，你讲又磁性嘅。审美嘅风貌，你要从这本身上酷突到这个冇磁性。黑冇酷突到啦，但是就黑，爱做磁性，爱冲穿三爱七架，冲爱七架黑爱其实唔系动有磁性嘅人，虽然看起来知道动有磁性，但是爱做也系炸磁性的嘛，炸衣来磁，炸衣来磁性嘅，因为爱知道有上是你从艺术人吼艺术家，怎么有人自家做自家艺术人？哎呦！艺术家是懂得给小剧场，错吗？冇错，像你比方讲，陪你购买给时间，你就会对其他都冇痴心。尤其那些第一，唔系舒适圈，就是个上分的素材，把它给实行，就懂冇痴心爱用。嘿，有东西，如果你上到那个上分的素材，因为熊理熊该，这种天哪，我现在到底要怎么办？嘿嘿，负面熊法就懂。就是熊法，我是谁？我在哪里？什么时候可以回家？有最近那种真条，千万要去本欣赏看，哦，可以不要看失智症专科。你用闪出来看，还一款欣赏。一本欣赏看，还是早发性失智现在蛮严重的哈，要注意哈哈。给阿印真来讲哈，你看一下按不表演。哦，按不聊太讲，哎呦，从这又系沃卡度，两个 CR 机，两个 R 机嘅小玩具。哎，你迄从这就按呢，本人酷脱到有痴心系吗？我还知道300系性格，痴心系一种能力呢，我真是冇按那个能力啦。我单枪有300个性格听听啦，因为从大班还会给听事情嘅时间，我就有些人冇干冇啥，按你干好咧，开始用用笑笑。系啊，按你会唔会抽成配音嘅唔爽快啊？韩国。又会双鱼座，双鱼座就会上动动，动动个洗卡床就起家啲咧做戏穷用，我话大伯就会问，白强啊，做讲按你卡好，还讲按你卡好咧，白强就讲按你卡好，还有我从太七家看到我每一集戴的耳环就会太七家掏出来。哎，前面哎，你个耳胶，然后那个衫裤有搭到嘛？有搭到嘛？迄个来看一下，也是咧，迄牙中骨掏出来嘅。我做讲应该系冇痴心啦，我咩有人讲，我就会上铁道咧。不假使我当有痴心嘅帮我还是有上按道嘿。整体来看我做我应该冇痴心嘅人啦。又相信为上东上西嘅人，上理上街嘛。哇塞，我天哪！我今天讲假使应该这个耳胶，连耳胶是做得冇痴心啊！耳胶，应该了。我其实你都唔会偷诶，其他摆去甲偷呀，我就讲。哎呀，干真你是你看，你就 EQ 好有点欣赏。我非常婉转的嘛，没有呢，因为你这年就透出来就完全很冇丢大，只有自己偷嘅，就会按好，冇问题就挂。松摆咧有一个理论就讲啊，系冇偷自己偷嚟，偷出来佢就啱冇一带嘅。生序吧，哎，不错呢，没走在前面上映，他的眼光是。走唔得感觉，跟住就会问机险的。好啦，如果讲到自信呀，两只时候，然后才创又一声音哈，他真的他说他是自信王，没有其他的第二个比，这个他有自信的人。把 Cam 来讲一下，你那个自信系从谁开始是有吗？其實吼，你每看嚟下係痴線就8分嘅代表吼，冇應該200分，8分沒有8000分啦，哎，你用蠻少，其實每看啊用天哦，但是我小時候哦，其實係完全冇痴線嘅嘢，但係就嚴峻咧，因為哦，因為求學時代大概看嘅係乜嘅？就係啱新鮮嘛，我上次先要講過，就係雖然係 PR97，我嘅高中嘅時期哦，該順紅嘅同學千夫係某時就係99啊，98啊，順紅啦，99啦，因為97係最大分嗰種落去啊，所以就动摸痴心，韩国暧昧哦。你该用时刚是说是 Andy 给吧，你就会懂有痴心。对啊，你们怎么玩到的？买上6车，蛮多的呀，有6车啦。有自信的，有自信的。其实那你就会
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他就不少的时间，我就会改种吼，动接哦讲话啊，跟那同学聊天啊，懂好接吧？嘿，啊本线上会是啊，联络铺啊，所以传统科开始之后，我妹妹动接上会讲哦，你做唔到，因为做到暗唔好，所以我就后來我係因為大學嘅時間要接觸到嘅主持啊，就會啲哦，原來去到舞台當個，哎呀享受燈光嘅感覺吼，會去到那種非常大硬啊，去到咧那皮上已經係冇強用嘅種感覺，係，因為簽到自家要專長嘅素材，因為冇可能像嘅，你頭擺講到兩下嘛，這種像頭擺要講到一個沙皮嘅部分，因為大聲應該專長強用，你不能跟那個 PR9這種永遠跟他比分數，係嗎？可能這樣你現在找到自己的一條路。我唔錯，像我就冇人去比嘛個 PR，因為乜啲東西啊，冇談過呢，冇談過。好啦，咁葉總可以講一下，係模範性家庭教出來嘅社會，感情更有磁性，比配上一好讓。某日天會有磁性，就愛是某嘛個有磁性嘅嘢，把欠條線講到機係動入磁性嘅代表，愛是係動某磁性性動大概對代表字義，因為愛從原正強用啊，是為啲個上啊，愛按用英講，係唔係做得會唔會平因為？誤會講愛意思係嘛？該是腦袋中沒有誰劇從該轉啊？係應該沒人用。雙魚座哈，水象星座。哎呦，三角形啦哈！現在是什麼意思？好，我們打三角洲了。要去跟他講啦哈。他找唐啟陽老師來分析他。有點會衝兩個禮拜送頭嘅原始，你來看一下，你兩三張應可能模糊哈。果實可能不行。劉海的部分。之前一開始有講到嘛，給你去家都帶那邊有磁性。哎呦，那片磁性那邊來。都在那邊來。看唔到嘅，佢唔係啊，係咩唔掂啊？勇敢下嚟，好誒。你這個真正有黑魚啊，你這個因為這個有磁性咯。嗱，都冇磁性啊，其實老家下認真啦，個嘅咧利用。因為仲要時間係啦，所以會上聽到啦，上聽到所以像阿幾啊做唔好，幾啊做唔好，唔講唔掂都，其實冇去做唔掂啊。你做咗過後，就會講我捱都得，冇聽錯做咗過後，然後講哎呦，其實你做到懵懵嘅哦，不差哦，有人說哎呦。用嘢按嚟鼓勵家下就，哎呦，佢應該設教咗都表現到當好。你們係寫嘅？佢仲係一開始要上按度咧，係啊，後尾就開始要天天嚟去改變佢嘅想法啦。係，真嘅啦，因為像你那個客家路古人也有講嘛，半夜上嘅前條路，假使你冇去做，就天公本冇頭夫。所以你上嚟按度，你真嘅會實踐佢，真有可能啲，你呀做得到，做唔到嘛？不過下一攤轉來問題假使你做嘅那一條事情點到，真嘅本然磁性來增加咧，等下再來繼續咯。嗰係有一個係主要係講上癮嘅部分啊，拼音四文字，已經厲害，就啲表現就小夫，防腐，冇來啦，差唔多有一場。歡迎大家到咗嚟香港台上講嘅節目現場，上一台人問我大家講，這個因為這個係一個有磁性嘅嘢嘛，不過可能唔係乜個時節出有磁性，不過最少吼有一個時節，家下做事家下做那條事情咧，所以本次的你捱動滿意，就算冇100分，咪有99分按樣型，嘅阿自然做那條事情本就自信心爆棚啊！其實我感覺董事長講哦，那做一件事情就動有磁性，因為我感覺大家集團啊，對於某樣嘅兩百還有某樣嘅東西，就會有某樣嘅磁性嘅狀態。比如我嘅公司做戲劇學院嘅時候，就會感受到哦，我衝強嘅部分係較有磁性嘅，因為佢冇本性上嘛，啊其他可能就會本性上嘛。誒，故作公司我就會希望故作我就後面會衝戲啊，衝嘅部分係較好嘅啊。不過後來出社會過後，我就發現到哦，原來衝嘅流行歌曲，然後唱戲係完全冇強嘅。故作我一下對唱歌一件事又冇磁性咧，因為我就會想哦，原來
我唔曉唱歌，後來我就唔敢唱歌嘅，不過後來我就當開機會就讀到愛唱兒歌，係唱兒童歌曲。哎，你唔會係咯，應該是當漢人就讀到當好音樂製作人成語。你剛才嘅鼓勵啦，係後來我就有按個機會，就是唱嘅兒童嘅歌曲，還有呢咩創作，我就發現到，原來我對個新嘅嘅歌曲啊，都有熱情，我一下就對唱兒歌都有自信。就慢慢的老自家嘅自信，慢慢的有驗證。如果你會潛到自家擅長嘅部分，如果像我兩個人，我去唱流行歌曲，可能你市面上同人就我就並唔樣記得。不過我發現我嘅上台啊，一個上跳唱嘅兒童歌曲，傲慢順息。董事好，小朋友咩知道？哇，我是他的好朋友，好朋友，咁樣。小魚姐姐。真嘅啦，就係講我潛到自家專長嘅部分，嘅理解唔係當好聲嘅係嘛？錯，因為像我自家他條件有更多，我做迄種做有把握嘅事情，反就會做動有痴心。我說我做我自家對教學動有痴心，因為差唔多每個嘅8、9年。佳佳先生，東區嘅下老師。佳佳姐姐都要變佳佳阿姨。18歲的時候，18歲的時候，以後就佳佳阿爸妹。有佳佳伯妹。你看老師真嘅厲害，基本上吼，台體係拖人一筆咯，所以有時人已經全部去過咧。因為我知道其實搞小朋友，那我也有痴心嘅，就係佢都比我還卡細咋。嘿，我說你會知道，一啲小朋友好像在我的掌控範圍內啲嘛。我說你比我還卡細咋，小朋友就會追了。真注意，就會追了。我說你咩喺啲我喺掌控範圍去做嘅，做對啦。很多矮咩嘿佢自家跳落來哈，那我就不管了哈。唔過啦，來問念中，一開始講到自家係個動作上冇自信嘅嘢，不過總要做哪啲有事情嘅時間，不然知道哦，兩個要掌握到，我要把握，係兩半天嘅事情。我其實係老李家講嘅強榮是係有把握嘅事情，是為有自信。佢講你把握嘅事情是係做得透過練習來解，像我看記得我提一擺。地下家田時推做事，會打天花，本該夫妻內個內邊個是只結準啲哦。喺會寫講好，該等下會講嘛，該會講嘛，佢大家是講嘛，該我用班飛機做好功課，喺個準備好準備打天花。咁個咧試驗做事了後，打幾百通天花咧，所以是對呢一件事情非常嘅熟悉，非常嘅熟咧。所以韓白假使用嘢唔定用乜嘢打天花，就在親密。打電話推大家天花台詞，冇咁錯。韓國呢一下咪係對該款呢個主持咪當熟識咧，所以咪遲到下入此心咧。冇可能韓白自家結婚，自家主持。總對啦，你都真嘅厲害，左水西以北都他範圍。我們這邊都大有來頭。講來見歐巴。最近做的結婚請你用，最近嘅公司就請你。一條龍，一條龍。我一談兒童歌曲就請阿姊。哇，這是一個生產線的概念。一條龍。講到阿用軒嘅阿基顯然自家從細到大用班型嚟培養自家嘅事情，因為講讀到那條事情，我也不知道哦，愛做的。我終於有我出頭天的一天有，就是當然係講，家下同佢講，愛見嚟做，算係一個啊，算係機係算一個啦吼。嗰係有一個係就係講上癮嘅部分啊。拼音四文字，厲害，做啲表演就。小夫，跑步，冇嚟啦，係差唔多用嚟。咩啊？咁我有個上癮最愛人咯，說對做廣播節目啦，個批人嘅時間，說上癮真件本太假會之後講係後堂嘅係愉悅的嘛，就會之後講係對我嚟講有自信。有一擺咧，我係遠紅潘思琴啊，每會下嘅唔係乜嘅正音嘛，會下嘅工作的欄位啊，就下廣播天台主持人，叫哦難怪哦，一個上癮堂要按後堂哦，我說我本地嘅義工都有神通呢，就說哇。
破几转不开，真嘅。不过唔但唱一件元红听哦，流量度到2件元红都按用讲。然後嚟講一下，我們手機那個耳鼻喉科本意思，認識啊，佢線上手機本記得認識。係佢可以推手機嘅信用卡。咩有可能嘅？因為咪嘅退款嘛有可能。不過，家睇真係講到即係講自家當要慈善，當要把握嘅部分嘛。不過要對細節，你面對那個就係衝射墮胎嘅一種困難，一種門檻度解決，你就想要鉗過去，不過個門檻可能挺高嘅，唔會知道哇。好難跨過去嘅感覺，呢家一開始廿嘅學字個嘅衝強動要痴心，唔講電多呢。錯，其實我啲戲劇學演嘅時間，嗬，我衝強其實咩唔會唔好聽，咩唔會走音按用，嗬，其實都算做得就平平按用。但是像家下自己學字講嘅，那出嚟嘅時間就會發現，原來衝其他嘅歌曲係完全冇強用嘅。嗰種呢，係講我自己會衝乜嘅時行嘅歌曲，我就會當冇詞性，係完全冇詞性，因為我就是很怎麼講啊，就是尿尿笑笑，杠杠雞雞，杠杠雞雞按用，不是會非常什麼嘅鬧嘅大擂台，誒，吉他俾本來幾非好嘅，佢就唱歌，不是我一下開始唱咯，來。爬些，啪給些，尷尬了 ，OK， 尷尬了。我也尷尬，我在唔係阿英整來唱。首先來衝嘅時間跟麥，給個人衝一半，麥衝一半，好聽哈。我怎麼敢？你家還有發準時給你呢？你從細到睇什麼鬼神歌呢？好啦，該應徵你自己來分享㗎，你做自己那條事情，自己做冇按油養面，冇按油霸王。哎呦，其實動到啦，我其中一係真是困擾我較久嘅時間，因為我韓式家下係好跳舞嘅，啊跳舞咧唔但止我跳到好，對身材咩係動要求。嗰種我自細形象就做講我嘅身材非常唔好，但韓式就冇識報告，因為就驚會變太翹，啊韓國有冇按錯？很錯，唔但止按。好啦，等下我拿300條本你按姿勢3000條咩做得？我就卡到掉去啦，冇啦，韓國佢對一嘅身材嘅比例沒有要求，嗰種我一直以來就一個標條，就係講我身材都唔好，當我出來做事過後，有一段時間啊，就有一些的壓力，嗰時候就變到他太翹一些的，啊太卡就同我講啊，冇識按到那，你要運動啦，我68講我真是冇識按到，啊嗰種時候壓力太多，就講我明明就冇什麼有運動啊，行喺變太翹，我連我色茶都唔敢啲拼人嘅。條件色茶，因為還有做講我有資格做點零茶咧，連色就做唔得，連零茶咩做唔得，就有一些壓力咧。唔會吃到連跳機都做唔得。這個跳機就會太強。可以啊，唔會啦，你就是要有自信，要請到自己來樸素。可能這是一種基因上面的問題，或者是它不是問題，就真嘅有可能係一種遺傳，你會請到自己用半年。哦，對你開始做。阿婆同車，冇啦，我係做。跟你做阿婆時就會跳下來。哇，佢我想做阿婆孫嚟啦，冇上關啦，太巧就太巧咧。但是真嘅，我係知道看到應徵嘅時候，就知道仲有自信。該本太加歡喜，對，你就按你點就好誒。係啦，之後就本自己做就好咧啦。對啊，女神本自己做啦，對啊，女神經病就壓應徵啦。沒有，這個男神經病，那邊有資格。要，我不想要跟他聯名哦。唔是啊，不過講到身材咯，前幾用動到係到強跳跳先，因為動強自己身材唔好，白欠嘛。應該講一下，那個問題啊，每次都動艱苦幾多年咧。係啊，你看下鏡中嘅相片哦，個胸肌還係一個挖出來嘅。就冇問題啦。係啊，因為我太學嘅虛肌咯，又欠嚇。動手又謙遜的習慣，所以該種些就胸肌啊、摸腹肌啊、摸整個體脂啊、動帶，摸你下係因為做跳路啊、動摸汗啊，所以你下身材見來見唔好咧。特別吼，朋友長愛去整晚餐啊、虛節啦、去海鮮啊、去狗嘅虛節咯，我全副冇去，就算愛去哦，全副係爆球球啊，哦，爆球球，爆球球啊，冇托衫褲啊樣，就係海鮮啊，大家可以
那个海水去玩，我就说哦，来到你鼓动戏，我想说你真的潜水全身都会包起来，很热嘞。所以就凊彩了一部分，真嘅人嘅月子上嘅解決問題啦。其實真係如果喺上台上啲對體規都呀哈，真係人嘅身材就更出嘅變化。中共啊，等一下大家就會請。醫美強龍幹股咧，學其實冇學很多東西嘅，冇內容咪見來見配咯。啊，中股。所以現在看一下佢跳嘅 keep 到嘅空氣係咩問題？空氣品質嘅問題。這邊空氣那個脂肪太大，最後係有道理。跟基建本來講嚇，即係做那條事情會知道，有啲強性。冇吃性的部分其實就會講啲身高方面啦，然後你冇法都改啦嘛。你都得做狗仔牌啊！你有坐得就咁樣嘛嗬？你係會受呢個會搞唔到朋友啊，又講話有朋友會本然時候講話，一身材按愛嗬，還想我講誒，這個癩蛤蟆吃天鵝肉的東西下去對你的問題啦。這不是身高的問題。我今年呢就做呢。沒有不應痴心啊！一輪一冇痴心嘅勇敢仔哦。好啦，咩啊？佢講多轉嚟出講藝語拜啊！啲嘅那個條路嘅時間，加多一個條路啊，要講平面拍攝，攝相片嚟哦。我想下，其實喺藝舊嘅 model 卡出去啊，說佢搞出藝啊成功，那有可能平面拍攝。因為成功有沖水。model 應該就係動過啊，即係拍戲吧，係嘛？有許多現場啊，想應該唔會本線度，結果本線度啊，許多現場他發現講沿用嘅戲嘅，嘅坐定戲嘅啊。反訓就好咧，嗱，反身就會不錯，唔是咁低啊。因為有演導就好了呀，一直這樣，又有痴心美。結果是椅子的廣告，是椅子的廣告，我一個等都聽。你咪倒白，已經倒白。唔過講正經啊，又相信又痴心嘅嗬，唔過又相信啊高徒嘅痴心。動相信自己老到自己哦，做乜嘅時候哦，這個我做100遍了啦，啊不用了啦，哦航班唔是準備，結果哇！一出包完蛋脫車，用解釋等下再來繼續老師來分享一下，中國痴心會發生哪條事情了？會場的時間，那個長官啊，記得有就叫表演，我下來撒紅包，我本手就很眼光哎呦，結果下來覺得我要製造效果嘛，結果開始講哇，掌聲歡迎所有一級主管下台啦！講出了以後就發現到個下台咧係關鍵詞，總得講出來。歡迎大家到嚟後上台上講節目現場嘛，上一團有問過大家，作為哪一條事情的時間，不然知道真件動有痴心啊，不過有嘗試，你痴心聽到，也係講聽少。真件會本自家反而動到嘅錯誤嘅阿子以前來分享下，即係要因為那一條嘅無痴心，結果知道後來真後悔啊。係，就剛剛非常大宋也在經濟，因為嗰陣時就非常很遠就有跑到客家電視台台北告訴嘅，係也出去。跟其實大家就提到講，哦，就也出去地方都會動到動厲害嘅演員啊，佩嘉啊，還有莫子儀，全部都動厲害。還有愛嘅咩？咁咩動厲害？沒有，那種當然是不同家人，對。你係楊小黎嘅露台嘛，我係佩嘉嘅妹妹，然後古時候呢，嗰陣時我張到嘅現場啊，我就貼擺貼按真實嘅按用嘅電視劇，我真係咁緊張，就緊水準，後來我又看到按厲害嘅演員，大家又懂上分唔熟悉嘛，古時候我就非常嘅強。之後我去甲多種去上嘅時，我就感覺講，我就係因為冇痴心，古時候啲現場嘅時節，我嘅操控就唔好，我就老去甲看到動西咋。像呢個按勢咋，係古時候呢，我講我嘅表現啊，我嘅操控啊，我嘅情緒啊，全部都唔係拿出我最好嘅用上。古時候我講我出體非常大眾也在機會之外，可能呢，佢沒有影響到後來嘅演出嘅機會。係冇錯，有陣時係到一個新嘅環境。
也讲新的技术的时节，也讲冇看过安台拍嘅冲面的时节，为种自己先退3步了，哇！用个啥？这个9七架先下七架，嘿，真紧7架先下1架个，我爱停车，爱摸停车会做会到，结果你就把自己封锁住了，所以冇可能表现到动好的情况。不过稍后来问一下人家嘅姊妹判。你家，你自家有冇哪一条嘅事情做对老大家分享？有诶，其实从你生嘅时间吼，接上有嘛个什么凯沃啊，然后什么那个璀璨之星那个比赛刚开始的时候，真紧，嗰时节还有个年岁嘅汉字啊，但是其实系同乡去参加，因为大家做 model 系吗？系做 model 嘅，因为你先过对神，睇感就讲哎神哥做对啦，要把你去去啊，唔过真紧就会因为某一单。某痴心，所以就大送的亚几飞，嘿，迄个人家他手有亚几飞嘛，其实里面唔会想去参加，因为今年衰真嘅冇休上咧，嗰時候體享受嘢休上，真嘅喺好來8次加嘅年衰，嘿，因為有上時迄個人高起嘅話，吼真嘅就會高嘅啦。真嘅，嘅長存吼，就像加出去嘅每個我的青春像鳥一樣不回來，拍出去嘅水，那有可能都輸盡了。所以哈，現在佳佳阿姨給所有的年輕的後朋友哈，一定好提倡，假設真係細漢時節，因為講後生時節有動都想要去做，不過看唔嘅衝勁哈，因為上時那種新泡泡嘅心結，有時候可能會給你帶來很棒的機會。因為那時候頭擺會動邀見偏嘅想法，比方講你嘅朋友啊、同學啊、先生啊，一條動邀見其實嘅想法嘅時間，你想要做嘅事情其實是做唔好。哎呀，就像那種性操操哈，有時候是好事，有時候不好事。哦，來看一下性操操，頭擺嘛又性操在北京，結果做咧動物好改錯誤。你只經驗真係非常惡爆。我頭擺就分享過吼，我有去過新加坡，然後吳宗憲強下主持場哦，下擺就7萬人哦，7萬人的一個台慶的表彰台會，但是覺得哇，這個當排頭啊，我做啲主持人都應該當奉獻哦，係啊，結果轉到台灣之後，其他頭路就係只重進主持啊，嘅妹啊，我想講。啊！而家係7萬人，而家係妹啊甜甜，所以應該是就冇乜準備啊，就直接去主持嚟用。結果開場嘅時間，那個長官啊，記得有就只表演，我下來撒紅包，我本手就很燃供哎用。結果下來覺得我要製造效果嘛，結果開始講哇，掌聲歡迎所有一級主管下台啦！講出了以後就發現到個下台咧係關鍵詞，總都講出來。但想愛用音婷婷，我還結果後來就是表演完之後，是不是繞場總共的台共事總共事嘅台噶，嘿，上台係主持嘛，那因為佢係外國人啦，我又撈佢翻譯，結果佢講嘅時間咯，我竟然登出了。就完全唔知佢講埋東西呢，唔記得咧。結果咧，下輩就是台灣嘅公司嘅頭家是上來直接上來搶住我麥克講，唔可以翻譯哦，嗌你讓翻譯。真經嚇到咧！結束之後，我直接攞個公關公司，我講吼，兩場發通啊，真經做唔好，人家主持費用啊唔敢拿咧，拍攝真經東西厲害喲，不好意思。但是新民有拿嗎？怎麼還懂題啦？你不要問這麼直接。黑公出來問，重點了真的。莫愛用天做，你莫愛用天，吼，然後愛演戲係冇。不過就會緊張啦。係啊，就是要先講不拿，別人說啊不會的。還有錢哦。4年之後啦，剛才下一集再分享。改朝換代了啦，改朝換代，沒想到，哎，你是那個4年前那個小孩子，那個誰哦？我做在分享人家，就是動入此心，給到動好機會嘅經驗。你只故事吼，最後嘅列到就係一家之主，因為該兩是一家之主，你只節目係民主老馬年調答吧，所以他就在找一個男主持，其實他家嘅地位多男主持人先動到。
该东西係我落去客家嘅挑戰眼，香港嘅學習客家嘅挑戰眼，該東西反正唔曉講下，只因為注重英文先讓你試鏡一下，啲起碼學習者挑戰問題就問講，唔會講下嗎？但因為他是這樣，你會講客家話嗎？我實踐就已經調查過，佢挑白番茄冇做嘅客家嘅節目，所以佢可能咪喊音咯，我就會，我超會講，非常流利。結果佢就係應付人用，後來佢就發現我唔曉講嘛。但是係應付那種無所畏懼，感覺你這個人有冇按太膽哦？所以你敢講啊就敢俾人做。嘿，初生之犢不畏虎，所以是做得多動作優秀，引點動眾，所以出獎啊出線那樣。哇！唔過日下咪講到以後嚟啊。意思就講法療啦。用一條名言分享不太啱。噔。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， 你先假裝起來，不過我係逼自己一定可以做到。冇錯，即係講佢先撈在準備好咧。不過家佢要講到一開始唔曉講喺片英國，我一定做得到就搶命牛唔驚嚟變講嘛，因為佢看唔到，不管啲挑戰係乜嘅，佢悄向前行。我就是不管，我就是直直往前衝，因為我相信那種衝勁哈，那種心跑，比如心潮那種心結。又相信做得帶來相當嘅好處 ，OK？自己咩嚟分享一下？因為七家有慈心，咪有研究，結果叫嘅一場發通。哇！因為嗰時咧就係有一場動態頒獎典禮，其實嗰場頒獎典禮係有動態總幹啊，我到現場，嗰時候其實嗰承辦單位還有個窗口就會非常的小力，非常的緊張，就開始嗰窗口就動緊張，講嘅情緒就冇按問題。故事我就跟老師講，唔使咁緊張，你就慢慢講。因為佢就人來去討論講佢頒獎嘅順序，韓國呢，因為佢用時我頒發嘅獎項差唔多有150組嘅獎項，係韓國有青島嘅總幹，係故事呢，佢用時佢就人來講，佢ending下就用嚟辦。我就講，因為我就想一下，我就想到講我以前頒獎嘅一啲經驗，嗰你咩做唔得，之後就講你樣做唔得，我就講，可能你做得換過來用一樣嘅方式來頒獎，係唔係會較好？因為其實我有想過佢提出嘅方法，一定會出問題。係韓國嘅總來行來行去，其實一樣係多冇禮貌嘅事情。後來呢，佢哋就照啲外公嘅方式來頒獎，後來結束嘅就整件順利，完全哦150組嘅獎項，冇一隻係頒唔錯嘅。哇！係真好嘅，係好。不過其實當然嗰陣時我咩係會緊張，但係我就想講，佢都按緊張，那係我緊張嘅話，你全部都當緊張，我啲舞台當好咧，那係我冇自信，我就會開始咩？情緒就不會唔問題嘛，係嗰時我就想講，我一定愛加有自信，就像剛剛把 Cam 講到嘅。英文睇記得嗎？係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。係嗰時我就 make it，我就 do it。你自己假知嘅，呢啲係麥當勞嘅第二個。係啦，冇咁長啦。不過要相信吼，你要先嚟去做。你冇可能，你在走之前，你冇可能停下來想到，我這一定做得到或做不到。唔過我先相信自己做得到。唔過咧，又是因為是咯，像係一開始就講到，因為去到舞台檔嘅時間，哇，他一頒獎用主持人像係曾寶儀，要頒發那個金鐘獎電影嘅戲劇類嘅時間，因為是哇，佢當有磁性，唔過佢當強。很謙虛，唔過又對你去上台嘅時間，當有磁性冇咁長，唔過又對佢死鳩鳩，我覺得哇，他好像有一種要把大家吃掉嘅感覺，哇，太過自信，有一種變成自傲的感覺，唔過呢一種死鳩鳩啊，撈磁性到底爭差到哪一步咧？等下再來繼續撈大家傾下來分享了。因為自信其實就係七家愛上心，假使你七家就冇上心嘅話，你用做地去要求下講要搶觀眾好朋友，向下來去上心做嘅事情咧。冇錯，我知道家下當初嘅金鐘獎係頒獎嘅。冇錯，還有個重點就係講無色角色，故作唔論係乜嘅角色，全部就係主角啦。哎呦，天哪，是曾寶儀嗎？他的演燈光自己調，好不好？你就是最閃亮的，OK。
欢迎大家到到嚟香港台上光節目現場啊！上一團就問過大家講，只係做那條事情，因為聽有痴心，結果滅查咧；聽無痴心，滅查咧。結果哎呀，了解分寸都帶用辦法了去接好嘛。我們有人講吼，有時是聽有痴心嘅人吼，有啲人其實有啲人拗氣，吼就會死叫叫，因為這個真係一定越來好嘅人。撇上人就係捱嘅下人就變定啦，變樣捱啦，係唔係？就沒有按用佢嘅身體嘅人，佢咁會成功咧。嘅林中人會種會拗氣嘅人，然後有自信嘅人，啲到底呢兩種人乃會有爭差。我其實是就好，談到咱用咗世界世界新冠毒都冇強嘅感覺，不過講唔出係嘛嘅冇強咯。不過我有談過，有人講好拗氣嘅人是係持到自家動強，平人動冇唔好，是要愛單強自家動強。其他人並唔定愛。係，我比賽是錯嘅，我把別人打壓到大，係，是要愛咁嘅感覺。不過如此性嘅人是。當好自家，持到自家當好，唔過未欣賞平人就係當好安容易。係，主要我家有講到，上一團有講到，有啲係痴心嘅人，佢顛倒會走到動強，他會讓自己有時候退到很後面。不過你不管到哪，你還看到佢動打眼的興奮嗎？完全他要推到最後面還像太陽一樣那麼亮。因為安用你有痴心嘅，接上是不能安用佢嘅感覺嘛，嘅自然因為有痴心嘅就跌下樓嘅。同拗氣嘅人都帶佢到最根本嘅檢查到那邊。眼咁我從例如啊，跟香港嘅就同好，因為其實痴心然後嘅我一件事情，真係就係愛擇好嘅分寸。眼咁我痴心就係咧同痴人咧，會對自家嘅地位都哎呦散發出來嘅嗰種，對性感度散出來，因為就係佢係對自家同認同，佢做一件事情都有把握。懂痴人咧，唔是特別講出來，佢就會本人講哇，佢懂有痴心誒。如果我講個痴心然後拗氣呢，真係就會直接點到過來。因為拗氣可能呢，佢冇聽錯有痴心，不過佢想去佔偏嘅痴心，變成個佢想去本非常人看嘛，嗰時候佢會調試講出來啊，可能會本人注意到，變成咗一種好點咧，就唔係痴心咧，就係好啲嘛。我見咩樣抽獎抽嚟1000萬，嘅拜頭又唔係自己真件出來，這種運氣問題沒拿來點，像安尼哈，這羅公應該有講嘛，有錢莫拗氣，冇錢莫代誌，就講不管你係有錢人，還係冇錢人，就算你做得，簽到一家，你嘅一家做得就會驕傲，做得撒皮，做得起到動奉獻的事情嘛。不過用半天本自家很有自信，我想咧係了解戲團嘅所有人嘅功課體現嘅，按老先按歡喜嘅人。都帶那種痴心恩用版型來補足嘅。呀嘅吼，當然係咧有咧動道嘅好朋友哦，等下順風佬唔用啊，中上機。愛用嚟皮用嘅痴心男咩啦？係最主要應該講皮用設計嘅專業圖，還個一條嘅，你就係第一下發現有痴心嘅地方，都要當過去皮用啊，變到一個你個領頭羊嘅角色，一種權威嘅世界吼，跟安尼就會變到有人來搶高唔問題啊，佢說哦，有乜啊，滿嘅啲機器呢，佢對一方面佢當專業，跟住那種係咪就會越來越有痴心嘅，係那種天天皮用起來啦。係，前幾年用用版先配用起來睇哦，你做唔得做一個太白白嘅人，做乜嘅事情拍生意哦，你愛門愛啊，愛嘴強，所以千萬唔好做那種太白白拍生意嘅時候，哇，這個人哦，前幾年都死叫叫，都死不哦，好可怕啊！當強人你話用版先來做下用去嘛，不過白強嘛動有。哦，真的，他是一個很有才華的人，必須來講，他也是一個動有磁性的代表。用半天教台這個讓你強壯，走在又一個好磁性的部分。其實我真緊哦，非常許多嘅係日生哦，冇用人非常厲害，冇用人非常完美嘅時間，未冇人係用人做得非常大硬嘅時間。我未冇人啊隨時就先做得準備好啦，所以應該知道機會攞嘅時間。咁講嘅女性嘛，佢唔啦健康用嘅啥咧，就係熱天外 mask on， 因為大家年紀，你冇熱天外自己做到，嘅用啊，咁講先做得戴上去。香港去做啲想象一下，你最理想嘅用嘅係樣板嘅，咋個咧盡量最什麼嘅方式，僅僅係做到嘅用嘅就好咧。好，這種 mask on 就先來偽裝自己。如果就像那種偽裝自己，因為性要先催眠自己嘛。
然后爱请他自己做到。不过最尾有个重点是讲，我一定要想办法去完成它。你听众，因为总不能按鬼面后来逮上去，那就不管了啊。哎，那后面的，那你永远不可能成功嘛。所以那鬼面后逮上去是在讲，我暂时先给自己一点伪装，可是我是要怎么样想办法来给走好来走到来，这还在讲係最近最重要嘅事情啊。阿英正来分享一下你自己嘅心得好冇？其實我做講痴心啦，最高級嘅痴心係懂吃菜，就係講你做一件事情，做到懂吃菜，做到懂歡喜。不過其實啦，像我按你咩係一無痴心嘅人，頭擺啲做表演嘅時節，欣賞咩會搞壓力。第一個嚟就講，假使你真是懂拍攝，唔對，我用嘅三模幹模啥嘅時節咧，就可以開啟自己第二個靈魂。一隻靈魂嚟就講，你就拍攝就是人格分裂的狀態。冇錯，有一些係按你，就係講我會先假去做一件事情。先將排泄同佢跳踢，就好好嚟享受一件事情，莫想按到唔論係一下做嚟乜嘅事情，就同我本人冇關係，就先用一種假嘅方式嚟去做，嘅假使咧一嘅方法，係做講，我唔拉用咧，係要聽呢隻鋪書就會講，我先愛切家，我先去好好愛切家，韓國愛感謝切家啦，因為自信其實就係切家愛上心，假使你切家就冇上心嘅話，你用做地去要求。韓國有請觀眾好朋友，向下來去相信做嘅事情咧。冇錯，我知道家下當場嘅金鐘獎係頒獎典禮。我最尾行開感謝我切家，因為我相信我切家，我將做得到，根本拿到了金鐘獎。冇錯，還有個重點就係講無色角色，故說唔論係乜嘅角色，全部就係主角啦。哎呦，天哪，是曾寶儀嗎？他的主演。燈光自己調，好不好？你就是最閃亮的。OK。不過最尾啊，我還是要用 backcam 改幾位這種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， 這樣我來本台這樣一種就變成一種座右銘。So you can do it。Just do it， 太聰明了。Nike 的代言人，不過今日大家動出來，不過唔係講，我現在就想一想就可以做得到。因為那個老太要分享一下故事，這種在發生在美國矽谷嘛，有一個概念哈，他發明了一個那個醫學，他是做醫學研究，他講假使按用戳一下。一滴血，我就可以採集到120種的遺傳疾病來分析。所有的投資你主動向性的結果，3年以後被發現做不到。冇辦法。然後最多只能20種。他其實從一開始就知道他做不到。如果他為了想要拿到這筆資金，所以給抖爆木的時間勇敢3呢，他最後呢就放棄了這個夢想。還有不應狗，還要賠上來30億的美金。如果所以，可是這個故事到你講嘛，改這種你摸彈槍而 fake it， 最重要是最後面那2個字，因為 make it， 這種因為走到，因為摸想你不能一開始說啊，我一定不會做得到，然後我就慢慢想啊，最尾嘅時間你電都會跌落地，所以係送本所有觀眾朋友哈，先想好你未來要做嘛，改自信老拗去接上係因為係你冇想到冇做好，電到你行長路，用百姓長就係有自信，而記得下禮拜強者世界係繼續來收看愛到嘅後上太上宮，有花太上宮，上來了，拜拜。有的人啊，上上是都有自信，我有的人係經過心中嘅過上地圖，將慢慢的培養起來。當人希望自己都有自信，不過除咗有自信以外，還係重要係愛地欠，做一個真正有內涵嘅人。人講大鑊猛滾，細鑊泡滾，是係安樣型嘅道理哦。